中国内蒙古西部地区达茂旗呢，日前被警方带走讯问的10多名牧民，目前已经平安返回家中。国际人权组织仍然关心他们的人身安全以及他们的下一步打算。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恩赫巴图先生，你好。你好。达茂旗的这十几名牧民为什么被当地警方带走讯问？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的。这个达茂旗牧民呢，就是上星期三，到区政府办公大楼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地政府呢立即发放禁牧补贴。抗议以后呢，就是几名牧民通过电话和微信，接受了外界媒体和人权组织的采访。完了呢，就是1月25日，当地的这个警方带走问话10多名牧民，说他们与这个境外媒体和反动组织取得联系，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等等。完了呢，就是也一部分牧民呢接到当地公安机关打来的威胁电话，说不能与境外媒体和组织联系。这个牧民的主要是这抗议的主要原因呢是禁牧。这个牧民告诉我们说，就是达茂旗是自从2008年开始，实行了全面禁牧政策，禁止当地牧民在自己的草场上放牧。作为补偿呢，就是政府承诺了，发放各种补贴，包括呢这禁牧补贴。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没有发放禁牧补贴，牧民无法维持生活，只能到这个当地政府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政府呢一直说很快就发放这个禁牧补贴，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好的，那么为了一个补贴，牧民呢举行了抗议活动，可是警方为什么说他们有从事民族分裂之嫌呢？但主要是说，就是他登记呢，主要是怕这个牧民把这个真实的情况透露给国际社会，怕这些牧民呢跟这个外界媒体包括人权组织联系以后呢，就把这个他们的情况政府的政策暴露给这个国际社会，这个主要是他们的这个担心的问题。完了呢，就是还有就是把这些他们说是这有些海外这个组织包括这个媒体和人权组织呢，说是这个反动组织，分裂组织，所以跟他们联系是等于就是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牧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他们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呢？您了解吗？他们是跟我们说，就是虽然已经就是放回家了，但是呢，当地公安呢继续这个恐吓他们，不能与这个外界联系，不能在这个网上传播有关材料和图片和视频等等，所以牧民说呢，就如果就是政府不发禁牧补贴的话呢，他们可能要到这个区政府，甚至是到这个自治区首府。听了。您继续讲。他们呢，如果就是政府不发这个禁牧补贴的话呢，他们可能要到区政府再次举行抗议，或者是甚至到这个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举行抗议。好的，我们感谢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好。